屏东恒春上大雨，因为因甲卡岛山区有预防性铁力，因为高雄嘛是落雨落甲爱河强要满出来，好甲在雨有较停，无造成灾情。印度一架载真侪印度高信徒要去朝圣的巴士，甲载驾驶的卡车相撞，造成至少18人死亡，28个人受伤。纽约曼哈顿一栋办公大楼有人走入去黑白开枪，这个犯人就尾行底路，佮包含一个警察殉职，当中5个人死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林雅纯。咱今仔日新闻头期先赶紧来关心这件真罕古的消息，这是伫咧台中有民众去食冰，结果店员呐像是无细致，将有透漂白水要用来消毒的水当作是滚水摕互人啉，当中有3个人客甲一个店员啉着，赶紧送病院。食安厝嘛已经去到店里来客查。台中七贤厝的人员来到这间大型商场内面的冰品连锁店来稽查，因为这间分店是传出2倍，有3个人客和1个员工，无细致去啉到店内透过漂白水。救的过程中，当下就是连呼吸都开始痛，然后呼吸都开始痛了之后，我就问店员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症状就是喉咙有一点不适，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点痛，然后有一点咳嗽、有痰这样，可能是有在灼伤吧。民众讲，礼拜中昼，伫店内点餐点了坐落来，店员捧一杯水来，拄好伊喙打就啉一喙，但后随开始擦擦疼疼，伊向店家来反映，落尾店员陪伊去看医生。除了伊，阁有2个人客有同款的状况，嘛去其他的病院看医生。另外，阁一个查某店员同款去啉着，水挂急诊。可能是管理上有疏忽了。听到这样子的情形，感觉怎么样？觉得不可思议。透过漂白水，互当作是会当啉的滚水芳上肚，民众拢感觉有够罕古。医生嘛提醒讲，若是无细致去啉着，千万莫催吐，则袂第2摆烧着难熬。若去吐也是想要吐，就要随送病院。第一时间千万不要去催吐它，因为它是一个腐蚀性的液体。那如果说没有恶心呕吐的症状，可以喝一些水或牛奶去稀释。针对这个事件，业者透过文字回应讲，第一时间已经进行了解，这是单店店员的疏失，已经主动关心和慰问人客，继续提供必要的协助，而且配合食安处的稽查。食安处是回应讲，这案已经涉及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除了当场要求业者停业，嘛甲业者移送检调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西南气流甲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屏东恒春咧上大雨，淹水是淹甲卡岛遮尔啊悬。官府是预防性来撤离山区的居民，因为高雄的山区嘛是有撤离到2000多人，而且这落大雨嘛，互爱河强要满出来，好加在后来雨有较停啊，无造成淹水灾情。风大雨一直渗过来，民众雨伞举咧撩水在行。屏东恒春地区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对2到饭店到下晡3点半为止，已经落超过250毫米的雨。雨落规暝几日，也各量水里的量乱潭大排，未赴小偷大水，规个水已经满过花，淹起来车路，造成几路的路段因为水淹伤深，拢封起来。有游客赛车要去民宿，看到袂当过，只好关头。民宿业者讲，这是伊头一摆看恒春落这么大的雨。今天就一组客人啦，对，一组客人。你们没有遇过这样子？我是没有遇过啦，对，因为他昨天的雨下很大。今天真的很严重。那最深到哪里啊？最深就还可以看到路啦。今天就真的都没有看到。除了大排一体以外，垦丁南湾也因为风景上大，插红旗禁止游客耍水，因为惊雨继续落，山区会出现灾情。官府也赶紧安排满洲乡分水岭部落居民做预防撤离，拢总41位民众陆续坐车来到收容中心。因为下面是一个河道，它被河道冲刷完之后，整个房子都倾斜，基本上就是龟裂。然后最近就是有好大雨，就是怕到时候房子会有问题。目前有41位呢，进驻到我们这个小丑鱼的一个收容中心。那后续晚上下班后还有10位哈。那我们非常谢谢乡亲的配合，族人的配合哈。因为极端气候恶暗算，高雄屏东地区2到拢是停班停课。高雄地区过到后也开始刷刷落大雨。第3面区的河川街者因为地势较低，接淹水，有民众规气甲奥多摆刷起伫天桥顶悬档，当地徛家也先将杂水绑倒起来刷地啊贴无好。这全的防灾准备，就算到时无淹水，嘛会当求一个心安。记者柯斌在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屏东采访报道。
来看嘉义县，昨嘛是落大雨，真侪所在拢淹水，搁到今仔日，东石因为地势较低，所以积水也未退了。另外，伫咧朴子是有大排放花一直去地条内底，3000外只的地，毋是浸水，就是走去，估计损失上千万。也伫咧德家的渔人吊桥，也因为这地基互大雨冲了，打马先封桥暂停通行。积水上深的所在，达到大人的腰。公所伫两边有封锁线示警。嘉义县东石乡江墘村2暗才接淹水，煞因为地势较低，位伫水路的上尾流。离到中岛进前，其他乡镇水拢退啊，当地也咧淹水。退得蛮快，对，都退掉了。那你知道退得蛮快的，退到哪里？退到这里。退到我们这里。这里是哪里？这里是港前。居民无奈清理家园，电气家区浸害，也爱靠朋友送饭。咱江墘省水尾爱着水会走，慢慢走去站吼，站就一直走过来嘛。县府已经调度抽水机，如果离到尾仔嘛进前，水就会当退了。六卡乡六斗村即摆积水上侵到大人的大腿，雨一停，居民赶紧整理家园，煞也无奈，才互风台摧残，佮拄着淹水。一个月前风台，一个月未曾到。个大水，阮这六卡乡六斗村真正有够可怜的啦。这户人，但那些风台吹走电话卡外，这片铁片墙也将冰箱吹倒。这摆水灾有过2礼拜无就做生理，也要负担灾后修缮，真正唔知要讲啥。风灾的时候是把什么都吹掉，网路线啊、电源线都是抽掉，就是要等后续请人家过来处理这样子。山谷窑状况，嘉义县德徛乡的渔人吊桥，因为即摆落雨，部分地基防乌空，公所赶紧封闭。铁幕业者也是要靠无目屎朴子市，这个铁幕场里边因为边啊大排放气，场内3500只猪，目走到剩无100只。离到早起雨已经停，也毋过场内积水也未退。业主出动机库联合帮忙，摇出500至600只，暂时维持大路上。空气回兵看到铁幕业边啊的荷包输动排水位也是真悬，业者预估这摆损失超过1000万。这是目前算是我们嘉义县养猪场里面状况最严重的这样子。那因为它现在大概有3000头猪还泡在水里，所以状况不明。这摆造成灾害落雨，嘉义县超过9600户停电，台电员工趁日久天气转好，赶紧抢修复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印度有一只载真侪印度高信徒要去朝圣的巴士，佮一只载驾驶的卡车来相撞，造成至少18人死亡，20多个人重伤。根据着印度媒体报道，这只巴士伫咧大约透早4点半的时阵，载规车的信徒要去参加印度教的庆典。有阵活落来的乘客指出，这个司机若唱咧拄久，这有可能就是车祸的原因。因若车祸了后，因为爆炸火烧，18死者当中有真侪遗体是无法度来确认着身份，据听阁有20多个人重伤，当咧病院治疗当中。咱过来看到，伫咧纽约曼哈顿一栋有爱尔兰领事馆，也阁有美式卡球联盟总部的大楼是发生枪案，包含这个犯人，也阁有一个警察是拢总5个人死亡。警方伫咧犯人的身躯顶有抄到遗书，咱想讲伊原底是这美式卡球的运动员，因为长期创伤出现着脑病变，不满联盟对伊的处理方式，所以才会选择来开枪犯案。大连人手抓悬导航的姿势行出大楼，美国纽约公园大道的一栋办公大楼，当地2尾嘛发生枪击案，嫌犯穿防弹衣、牙枪进入大楼了后，向人顶开枪。I saw personally a guy on the floor. He was laid out.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him. I don't know if he got shot. But there was a guy laying on the floor. They tried to give him CPR. He didn't get up. They put him in the ambulance. 这栋大楼伫曼哈顿中城区，大楼内有真侪出名的金融机构办公室 ，NFL 美国国家美式卡球联盟总部，还有爱尔兰总领事馆的办公室。警方拘捕了后，赶到现场，快速封锁大楼甲4个位区域。枪击案造成包括一个负责大楼保全工作的纽约市警死亡。这个死亡的关键伊斯兰是孟加拉的移民，这个牺牲互纽约市政府称呼伊是英雄。We lost 4 souls to another senseless act of gun violence, including a member of the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Officer Islam. He served in the 47th Precinct. He was just 36 years old.
and a 3.5-year veteran of the department. 警方初步调查，27岁嫌犯塔姆拉是拉斯维加斯的居民，伊伫1楼大厅犯案了后，走去33楼的大楼管理办公室，佮开枪射杀一个人了后自杀死亡。警方为塔拉姆遗体找到遗书，显示嫌犯应该是美式卡球运动员，有 CTE 慢性创伤性脑病变，好亲像不满 NFL 对伊破病了后的处理方式才会犯案。详细的犯案原因爱搁调查。换看内华达州当地2月透早，一个枪手伫西雅山大酒店较场外的停车场向人顶开枪，造成3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有性命危险。警方赶到现场了后，甲嫌犯对射，到尾击到嫌犯，目前嫌犯还搁伫病院急救。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美国总统川普讲要甲巴西扣50%的关税，来为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的官司来施压。原底巴西政府是态度大甲真硬，毋过即马受较落软，讲会甲美国继续来谈判。因即马各国是拢拍拼来协商要降低关税。南韩就讲，伊要来投资美国的造船业，讲会使来帮助美国对抗中国的海军势力。印度就讲，因要提供劳动力，而且伫咧金砖国家组织内底替美国来压制中国的影响力。而咱台湾是传出讲要甲美国投资半导体，而且佫有甲因买天然气来做交换条件。另外，加拿大是拍算要来管制芬太尼出口，这也就是互川普来批评危害美国公民的鸦片药物。I just want to be nice. I would say in the range of 15 to 20%. 美国总统川普对先达成协议的国家以外关税税率讲出15%到20%的区间，但嘛有受一寡国家真紧张，亲像巴西，就要对8月初1开始外销美国的关税对本地的10%调起到50%，包括咖啡豆啊在内的农产品，佫是巴西对美国出口的大宗。关税税率起甲变原本的5倍，互种咖啡豆啊的农民、相关产业和其他农渔产品的业者，拢感觉压力是有够大。川普政府进前捌讲对巴西的关税。是替前总统波索纳罗的官司在打抱不平，巴西政府一开始的态度嘛是真硬，最高法院甚至加重对波索纳罗的人身监管。不过进前伫几下个造势场合，卢拉是毋拿一摆对规场的群众来强调讲，只要川普政府有迄个意思，伫巴西这边是随时拢会当和美国迄边坐落来好好讲。Este país aqui é país do bem. Este país é país de povo generoso.Então, eu quero que o Trump nos trate com a delicadeza e o respeito que eu trato os Estados Unidos e o povo americano.同款是面对美国贸易和关税压力的韩国，伫日本先一步和美国来达成协议了后，更较感觉时间是真迫。为了争取相对有利的关税条件，韩国这边是淡出投资美国造船业，互两国会当建立更较密的伙伴关系提案。事实上，伫川普还未捌政治进程，就伫1998年，造访伫庆尚南岛外海古这岛，韩国两大造船厂之一的韩华集团台务造船厂，对韩国的造船业印象是真深。事实上，为了对抗中国一直扩张的海军势力，川普政府想要来大幅强化美国造船业，其中包括台务和现代两大造船业者，拢认为讲会当提来和美国合作，争取有利的关税条件。事实上，美军外派到远东的军舰维修的工课，都是台务造船厂来承包。现代东港嘛，伫2024年和建造新屯区独南的英格尔斯造船厂来建立合作关系，伫美国建造大型的货柜轮。当然，台务和现代嘛，拢是韩国海军主战舰艇的承包商，不管做军用还是商用的船，经验拢真丰富。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搁来关心中东的局势，以色列搁在攻击加沙地区，造成至少78人死亡，其中也包含着一个有生7个月妇人人，医护人员是赶紧来甲伊破腹救出红婴仔，毋过这个囡仔落尾也是不幸死亡。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病院部分上来的查某婴仔顺德，这7个月都伫亚镇病院被迫紧急剖腹提早出世，因为伊的妈妈已经伫医院空袭之下死亡。身边3个囡仔也拢受伤，体重就1.4公斤的顺德，脑部欠再生欠血伤久，送到病院已经真危急，几点钟了后就死亡，惊患短短一生。للأسف الشديد طبعا يعني هذه الطفلة فارقت الحياة
起里也有真侪人咧等待领救援物资时，互义军批会造成至少5死。推车一直将受伤的人送去纳赛尔病院，凸显加沙境内医疗的困境。战争爆发以来，加沙已经有60人死亡，3%是儿童。以色列境内有2个人权组织，礼拜发表报告，指责以色列对巴基斯坦人所做的就是种族灭绝。Israel is committing genocide against the Palestinians in the Gaza Strip. We have witnessed unprecedented levels of civilian killings, of deliberate starvation, forced mass displacement, and the total destruction of most infrastructure necessary for human and social existence. 以色列当局犹原拒绝承认加沙有人道危机，只宣布伫部分地区加新的援助走廊，为伫早起10点到暗时8点停止10点钟军事行动，互空投加补给会当进入。也毋过援助机构表示，这个措施无法度来解决日渐严重的饥荒问题。联合国55台援助卡车，日前还未到发送的地点，已经互一堆人摕落来。礼拜伫希腊国公圣地罗德岛，一架载有600名以色列乘客游轮起时，受到反对加沙战争、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强烈抵制，因野白亚大声喊口号，甲警方把爆发杀来杀去的冲突。后来游轮旅客平安落船活动。顶礼拜又有一架以色列游轮伫小罗斯岛港口拄到抗议，后来换路线去塞浦路斯。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进前传出总统赖清德8月要去访问咱中南美洲的友邦，顺线去经过美国的纽约。即阵总统府甲外交部是对外来表示讲，因为南部的风灾严重，总统暂时无安排要出访。不过英国媒体就报道讲，这是因为中国去抗议，才互川普政府拒绝赖清德过境。美国国务院即马是来强调讲，因对台湾的政策是无改变。台湾天然灾害频传。虽然我们多年来已经建立了防卫韧性，也已经让我们度过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但是气候变迁变化很快。7月2日罢免案了后，总统赖清德头一届公开关心南部灾情，只是进前则传出8月要去咱中南美洲3个友邦访问，过境美国、纽约甲达拉斯。副访28煞表示，因为即阵南部洪灾暂时无安排。不过，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赖清德的取消行程是因为中国向美国华府提出抗议，互川普拒绝赖总统过境美国、纽约的申请。美国联邦众议员佩洛西认为，这是危险的信号。代表美国若是对台湾议题有人发声都唔敢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我们的整个国安跟外交的团队事前的资讯是不是掌握不足？南部的灾情不要一而再的变成赖总统自己解决自己烂摊子的借口，只是因为美国不让赖总统过境纽约，就贸然取消。那我觉得。这恐怕也是在外交上对我们的邦交国非常的不礼貌。美国国务院表示，无评论假设性问题，强调台湾总统过境甲美国长期政策同款拢无改变。咱外交部回应，甲英国同款，总统出访行程伫定案了后，适时对外公布。考量到近日我国南部风灾灾后的复原工作，以及目前对美国等对等关税谈判的进行等等，也还有相关的国际情势，总统近期暂无海外访问的安排，更没有所谓延期、取消或者美方不同意过境的情形。消管委强调，台湾做任何代志，拢会互中国抗议甲打压。这就爱问中国政府要安怎思考伫区域内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毋是伫台海、南海、东海不时相关危险甲紧张。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立法院那边两党推动要普发现金1万块，引起争议。行政院若是要提出复议，这期限就到拜四为止。即马传出行政院长杜英泰，那就是为着8月23，还有罢免投票甲核三停判公投，决定无要来提出复议。不过行政院并无证实这个消息。7月2日罢免结果出来，外界解读那边合力推出的普发现金1万块，嘛是影响成败因素之一。即马行政院面临普发现金提出复议的最后期限是伫这个月31，时间真迫。传出行政院长杜英泰考虑8月23，还有第2波7个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也甲展开核三公投，决定无提复议案。院长补发现金，政院决定不复议了吗？
杜英台伫7月2號罷免了後，頭一屆出面再寄到南部勘災無給予回應。不過行政院人講，一切還佫咧研究，連後續是毋是申請實現加聘的預算，目前攏還無定案。其實立法院通過的普發現金案子，該做的就趕快去做吧。至於法律的問題，我覺得只要對的事情，而且按照法律的規定來滿足我們人民現在在苦難當中他的需求。侯友宜嘛話中央該做的趕緊去做，國民黨團嘛表態，立法院延長會期就是要來處理後期案，若是行政院提出，一定會發掘到底。我們樂於見到行政院現在不提出復議，然後願意苦民所苦，跟人民站在一起，也等於落實了在野黨我們當時極力主張跟爭取通過的法案。那事實上，很多民眾在討論這個課題的時候，都非常強調，有些比較經濟弱勢的民眾，他可能在現階段是需要這樣的一筆現金的支持。那行政院看起來也並沒有否認這樣的需求。對在野黨愛政府照做，唔通違背民意，立委態度完全放軟，講行政院提復議，可能會讓民眾誤會政府伫反對支持經濟弱勢的民眾。唔過目前普發現金無排付條款，建議朝野立委佇立法院充分討論了後，再來定新立法推動政策。記者採訪報道。來看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舉辦特展，用烏白電視劇盤等等打造出1960年代古早味的台灣，要讓民眾會當做伙來感受過去生活的情景。用劇盤機放老歌，互人敢若回到1960年代同款。客廳內底閣有烏白電視機、甲留聲機等等，這是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目前當咧館內舉辦的咱的老台灣、古早台灣民俗文物特展。當中嘛有展出民國38年電費的收據，呈現4萬外1塊錢補去的迄個年代。南投國史館館長梁志忠講，希望讓大家了解先民的困苦，定數即馬富足的生活。我這嘛有展這個4萬外1塊的迄個年代吼，尤其是迄個收據吼電費，對4月開始到6月吼差20幾倍。這屆特展的情景布置，佫包括1940到1980年代流行的約會地點評故事，以及日本時期引進由藥商業部到家庭會上用品的假藥包文化。另外嘛有紅明床、早年碗盤、紅仔冊等早期的文物，互參觀民眾攏感覺真深刻。上大包迄個黑骨掃，為蝦啊個烏龜，啊摕一個掃帚，啊就互人知影是。黑骨燒嘢啊！看了這台，感覺就有懷念的感覺。小時候，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常帶我去串冰店吃串冰。這個特展攏總有36個主題，而且主辦單位嘛有放 QR code， 互參觀民眾只要用手機啊掃一個，就會當聽導覽介紹。文獻館講，登記到12月中，邀請民眾去感受早期台灣人的生活。記者陳平儀南投報道。西班牙建築師高地代表作之一巴迪羅之家是互人列作世界遺產，而且即馬開獎1台票徵收完成，擱再重新對外開放，吸引到真濟遊客去參觀。這是西班牙巴塞隆納的巴杜羅之家，是建築大師高地的代表作品。區線注定加波浪形的陽台，一個繽紛色彩的馬賽克泰魯壁面，規棟建築物有着囡仔的趣味加現代設計，伊背後的建築物景觀也真水。建築物背後立體加空中花園破損的部分已經修理好勢，波浪形欄杆、大門加馬賽克泰魯攏恢復到1906年第一遍大修好了的情形。Sabíamos que habían muchos elementos de colores laterales entre cristales y cerámicas simulando como una enredadera o flores, o sabíamos que el patio en el que estamos, que también ha formado parte de esta intervención, pues tenía unos elementos originales que habían desaparecido, como esta gran pérgola. 巴杜羅之家起佇咧19世紀，天台用龍嘅龍骨做設計主題，又佫互人叫做龍之厝。自外壁到內面裝潢，攏展現高地對自然加生活嘅喜意。這棟建築物佇咧20世紀初期時陣捌整修過，這幾年經營團隊開始修理有歹去嘅所在。The restoration of the back facade of Casa Batlló i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discoveries we've materialized so far. Because of the negative
of what we had before and what it looks like now. 建筑物后壁甲埕修理好了，伫6月中对外开放，真侪游客是专工来看的。This is my first time here, and this is a magnificent place. It really does, bring out the creativity in life. 巴特罗之家伫咧2005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一个世界遗产，真侪巴塞隆纳有名的观光热点，是真侪人到当地一定的去行程之一。敢若是2024年就吸引190万人参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俊，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